個半嘅兩肉一蛋腸，6蚊雞嘅牛腩麵，6蚊雞嘅腩汁撈雲吞。今日呢間簡直係早餐界嘅慈善家，嚟咗咁多次江門，唔通呢一個先係江門嘅隱藏物價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七七，今日又係喺江門嘅一期啊！嚟呢邊食一間咧，聽講係好多本地人都食過，主打一個性價比又平又靚又正嘅一間早餐店啊！入面唔係幾好停車，將台車停喺呢個河邊嘅格仔呢度。聽講佢哋嘅早餐好平之餘咧，佢哋仲有10蚊雞嘅煲仔飯，但係今日嘅時間比較早，而家係8點零鐘啫。過去看看能不能吃得上。呢排更新慢係因為整親咗個腳。睇呢邊以為唔係好多人，其實另外一邊已經坐咗唔少人。有食咩啊？有粉有麵有雲吞。係咪有6蚊雞嘅牛腩麵啊？係啦。撈雲吞幾錢啊？撈雲吞多6蚊。哦，咁要多個撈雲吞啦。呢邊兩樣嘢買咗12蚊，4蚊半兩個肉，加隻雞蛋就加1蚊。你咁相信呢條腸粉4個半？微信收看4點5元。今日總消費係17個半，你睇碟腸粉幾誇張？雖然佢係平咋，但係肉一啲都唔少俾你，而且好新鮮，仲搭咗啲芽菜俾你。硬要講一個缺點嘅話呢，就係粉皮係屬於嗰啲偏厚嘅。但係呢個腸粉5個半，睇下什麼自行車，有咩問題都係我嘅問題。呢碗牛腩麵都好大份，係我計豪爽之後再次揾到嘅個位做牛腩麵。腩汁偏鹹少少，記得一定要撈勻嚟食。用嘅都係牛腩同埋牛肉個位置會比較多，冇咩牛筋，就係份量太大，食到我好似打仗咁。輪到個撈雲吞嘅時候，我已經好飽啦，淺淺食2隻品嚐下。腩汁配嘅木耳雲吞，家常早餐嘅味道，真係太多啦，搞唔掂啦！打包17個半，連今日中午都搞掂埋啦。